開始之前，就不如等我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款紫色番薯葉。番薯葉其實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A、C、E 同埋 B 群維生素，亦都有豐富嘅礦物質，例如鈣，同時亦都有助於我哋免疫力，防止疾病，亦都係促進新陳代謝，維持我哋嘅皮膚健康。而今次要介紹呢一款素湯嘅材料，包括有一個紅菜頭、洋葱並切成片，一個粟米、甘筍並切好，少許嘅番薯葉、花生、合桃、腰果同埋1至2塊嘅陳皮，亦都無需加任何嘅調味料。然後處理好食材之後，就可以將食材放入同一個煲裏面，包括粟米、紅菜頭、洋葱、甘筍、紫色番薯葉、陳皮、核桃、腰果同埋花生，然後再攪一攪佢，令到啲食材可以沉喺底。並蓋上煲蓋，並且首先較大火大約8分鐘嘅時間，然後8分鐘之後就會較中火煲1個半鐘頭，然後就大功告成㗎喇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學到啦。